好，今天呢看到的是一个百花丝瓜盅哦，哇，想到这个丝瓜，很多女生都觉得说，哎，吃丝瓜好像会变得皮肤很漂亮，对不对？对，你看这个丝瓜。对啊，老师，我就在想说，你知道选丝瓜的时候，是不是也顺便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选这个丝瓜？因为常常我们选到的丝瓜，要么就太老，对不对？要么就里面的籽很大。那我觉得老师今天挑的这个丝瓜的身材，虽然是水桶腰啦，但是对，还是看起来还挺顺眼的。对，要怎么挑呢？对，如果说你要这个丝瓜哈，它的籽汁哈，就是说里面的籽比较少的话哈，我是觉得你就选比较苗条型的。比较修长啊，就是大家都喜欢那就不是我这种身材了，不是我这种身材，就是要高挑长的一点。然后你们发现我们今天这个丝瓜，我们没有给它削皮，我们是用那个刮的，用刮的。我们要有它那个哈，就是说它的口感，好，所以你看了，我们就是就是要保存绿色的部分，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它的膳食纤维，然后绿色的口感，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这样子把它刮一刮。一般来讲，我们都是用刨刀。对，那我们就不要，我们就这样子。难怪我一想到奇怪，老师今天挑的丝瓜不仅身材好，怎么连皮肤都很好啊？对，好，然后我们就是把它刮起来哈，然后刮起来的时候哈，我们就是这边头尾我们先不要哈，然后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百花丝瓜盅，我们就是用这个丝瓜来垫底，垫底，然后我们大概切的部位大概差不多1公分左右这样子哈。老师，你说不要，我很想啊。如果不是在露，我就想拿来敷脸。对，好，你看丝瓜很新鲜，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籽汁哈，非常很新鲜，所以它也比较硬实，对不对？不会说这样软软的哦。对，而且这个丝瓜料理一条哈，它就可以做很多了哈。熟不短碗啦。对。哎，真的哎，老师挑的这个丝瓜的籽汁哦，就算有籽汁也是比较嫩的。而且哈，你看它在切的这个过程中的时候，你看它的水分就很多。好。然后这边的话哈，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来，我们把它摆起来。我们等一下是要用，我说今天是低油脂的，就是哈，它比较我们用蒸的，清蒸的。你看一条可以做这么多。真的很划得来。其实丝瓜在短出的，其实就是说在盛产期的时候，一条大家10块呢，10块台币。对，真的，大概只需要1个 quarter。对哈。然后接下来哈，这边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谓的百花，那百花就是什么？虾泥，用虾哈。那我们要今天调这个虾泥，然后我们把它镶在这个丝瓜的上面，所以才叫做百花丝瓜盅。好，那我们要附着这个，所以说我们就是请厨娘帮我们，就是说加点哈，就是说太白粉给它放在这上面。等一下我们虾泥做好，撒一点，再多一点点，可以这样子哈，真的非常的秀气。这样子涂抹一下，要把它有一个粘着哈。等一下，对，好。然后这边厨娘在帮我们放这个太白粉的同时，我们帮它铺粉的时候，对哈。然后这里是我们这边有这个虾哈，虾泥哈。那虾子的选购的话，其实你只要虾，什么虾都可以，重点只要是新鲜就 OK 了。好，那我们这边有虾子，我们把它放下来哈。这边有半斤，好，把那个虾的沙筋沙肠把它抽掉哈，这样子，然后用刀背把它拍一拍，然后再给它断筋一下，好，这边有半斤左右哈，然后这边我们来加一点这个调味料哈，然后这里我们就这边，因为虾它本身有一点咸味，所以我们只要加一点点1/2茶匙哈，然后适量的一点点的鸡粉，然后可以去腥的这个白胡椒粉也是1/4茶匙哈，好，然后这边我们加一点点香油，香油大概差不多1茶匙左右，然后因为虾它有这个腥味，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点米酒，米酒这样子哈。再怎么新鲜的海鲜，其实它还是会有所谓的来自海的味道啦。对，然后这里有一点青蒜末，我们就给它加一点。我发现老师特别喜欢用青蒜末来代替青葱哦。对哈，然后我们这边先把它调料，把它拌匀哈。先给它拌匀哈，然后因为它这种虾子哈，它等于说它的粘稠度比较不够，所以说通常有时候我就会再加一点点鱼浆
哦，这边鱼浆大概150公克左右，来增加它的这个粘稠性哈。可是老师，在国外我们很难买到所谓的鱼浆有没有自制鱼浆的办法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其实你只要买新鲜的那个白肉的那个鱼的白肉，然后把那个骨头把它刺把它用夹子把它挑掉，然后你用调理机把它打一打，那你可以就是说加点太白粉，一点点那个米酒。把它打成那个虾泥这样子。就是那个鱼，这个白肉鱼的这个鱼浆就是这样子做来的。对，你看嘛，我随时都会跟老师呢挖宝。对因为我相信在国外要买到鱼浆呢是比较不简单啦，比较不容易。所以呢，刚刚老师的方法呢，就是说，你买这个白肉鱼，然后加一点太白粉，加一点米酒去腥呢，然后用调理机不断的把它打到呢它出筋，这样子就是我们的鱼浆。那假如说你也没有鱼肉，也没有不会打鱼浆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可以加适量的一些太白粉，大概加个2大匙左右，来增加它的粘稠性。也是 OK， 对，好，这个时候也是一样，要把它拌到有一点。对，然后因为我想说让它更有粘稠性，我稍微给它摔打一下哈。好，那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手套会黏，我通常就用一点油，这样子它就比较不会那个不会很多的。对，你看它都哇，好方法，不然常常我们都甩完之后发现塑胶袋里上面呢很多的这个鱼浆很可惜你看它这样还是不会说粘很多不会浪费，因为虾蛮贵的我们这样子也不会浪费食材，其实这样摔一摔就好了。其实这样子就好，你看它的粘稠性开始比较立体了，对不对？就表示它越来越 Q 了，它有那个粘稠性，那就 OK 了好，那今天我们在家里，如果说你有一些什么工具的话，我跟你讲，我们今天用这个这个秘密武器。原来老师又有带来秘密武器。对，那就一般家里都有冰淇淋勺子嘛，大小都有，就做沙拉什么的，通通很方便。然后这边你就先用水这样弄一下然后这样也可以很等量的然后那个这样子一个一个来，厨娘帮我们截这个。然后像这样子的话，像家里一定有这个小刀，对不对？那我就抹一点水，然后我就把它这样子抹一点水，有没有？你看它就不会粘。把它这样均匀的附着在上面，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虾子这样搭配我们的那个丝瓜，很爽口。你看，而且这样是不是很等量？老师你真的是太大气了，不愧是这个狮子座的代表好大方对，这个我第一次看到人家虾这么多，对，这么多的这个虾子因为现在虾子真的不便宜，1斤带壳的就要400块了。对。而且你知道吗？这样子虾做起来你看吃很方便，又不用剥壳这我最爱了。对，有的人不喜欢动手，你知道这样你看我很喜欢动手了，但是我更喜欢呢不动手就可以吃到好料理了。然后抹一点水这样子把它整形，而且这个宴客菜也很棒，把它抹一抹。老师，这个来做虾饼一定也很好吃，很棒很棒。而且我跟你讲一般来讲像这种虾泥百花一般大部分都是用香菇来香，不然就是香豆腐。那你看我们用这个丝瓜，来香，很 OK 的。我也很想帮忙可以你就用汤匙的背部，很棒，真的，果然厨娘是有经验的没有，因为厨娘很想要快一点吃到老师的好料理，所以已经等不及了，就想要赶快帮老师把这个完成了。而且你刚刚在丝瓜上面抹了这个太白粉，它的粘着性、附着力，你看这样很漂亮这样子。而且我们虾很容易熟，丝瓜也很容易熟，所以我只用这样来做一个搭配的组合，很棒，而且吃起来非常的清爽。你看这样子刚刚好，你看这样是不是刚刚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让它就是说色彩跟味道更鲜艳、更鲜香。所以说我们有这个鱼卵我们可以加一点鱼卵在上面这样子把它做一个点缀。看这样是不是很漂亮？老师你真的是放多一点，难怪人家吃。对。那如果说一般或许家庭主妇他们可能没有这个鱼卵或是虾卵，那觉得没有关系，你就是用一个那个毛豆
哦，毛豆也可以点缀啊，就是把它摆在上面，或是豌豆也行，把它绿色摆在上面，或者用红萝卜把它切很细的丁。对，还有那个就是红萝卜把它磨成泥，那就是蟹黄啊。哦，素食的话都用红萝卜来代替对，这样很漂亮这样子。然后我们这一道就很简单，我们就拿来蒸，然后就是用大火来蒸6到8分钟。哇，大家最喜欢这种无油烟料理啊。对。好，那我们这个大火蒸6到8分钟左右哈，我们现在可以掀盖来看，你看，哇，你看看，哇，红橘的、绿的，老师真的那个皮用刮的，居然就是这个效果。对，而且它非常的脆粒哈，你看哈。然后，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汤汁嘛，哈，好，那我们要因为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要让它勾一点玻璃芡，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汤汁放到，对，好，把它沥出来，我们这个汤汁哈，高汤，然后再来那个，然后这边是高汤哈。然后这里哈高汤，然后我就是说加一点用那个太白粉水把它勾成那个玻璃芡哈。我们的芡汁不要太厚，好，就是要呈透明状，才可以看出我们这个虾子的跟虾泥的整个那个哈。好，那这边哈我们这个高汤已经开了，对不对哈？我们就把它勾点玻璃芡哈，这样子哈，不要太厚，我们芡汁不要太厚哈。好，你看这样子就好了哈，玻璃芡哈，这样子。然后我们再亮点香油哈，让它比较有亮点哈。好，这样子。好，这样子。好，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把它，好，因为它虽然是玻璃芡，但是也不能太薄，如果太薄它挂不上去。好，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哈，弄一点点这样。好，这样很亮度，然后吃起来它也比较不会那么干哈。哇，真的很漂亮耶，有点跟没有点不一样啊，对，差很多。而且它又高汤可以增鲜它的这个鲜美的风味哈，这样子哈，看这样子 OK。我们今天这一道菜你看多简单呐，又可以是宴客菜、家常菜都可以，很烫。所以常常那个烦恼啊，不晓得该准备什么宴客菜的这个观众朋友呢，今天看我们这一集的话，一定会很开心啊，超简单。吃起来非常的清爽，一点都没有负担，然后让客人又会觉得说哇，对，好霸气哦，用这么多的虾子在上面哦。